OK。你若传好势，看到啊，好，咁咪就为，好就为忽然迄段开始读吼。对，好，忽然厝边厝边的主人转来，看见伊看见伊跪伫遐，摇伊是贼，伊就阮仔行活来，大声发一个迄啥人，好，真心本地头壳无头壳无想半暝后还有人要来。好，这头壳的迄个就是什么意思？大大，我这个或者是讲大，就是头低低吼，那个气。好，这个我来记一个气的意思。好，头气通常是拢用来讲头壳，头壳嘅意思，头大大，对，头壳气吼。嘿，就是其他我意思，其实我嘛毋捌听过吼。是，好，气的气哦，这个我都毋知，无用气啊，这有啦，这捌听过吼。嘛有好，无用气就是。所以讲无用气就是讲足无用，真无用的意思。对。真情查气个龟傻逼，这什么意思？看这个是啥物？非常的无用，好，无用气。非常的无用，伊汉字是对一个查气。加一个这个意思，恶气，无用气。嘿。伊这两个，伊这个和这个发音是相款啊，但是伊这是另外一条，讲头壳气有无？这是另外一条。戆气但是伫咧这边叫做一块，叫做一个吼。华语也是台语翻译的版本加。感觉像日记安尼分开较合理。对啊，因为这边是无用气吼，就是无共的意思。真情查这什么？查气。龟傻逼。什么气龟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无足无用。伊后壁是有解说，啊，毋过伊后壁字有解说，敢若是你敢有看到我讲迄个字后壁？伊讲迄个伊死的字，敢是死的动作嘿。系啊，就像讲迄个厨师 chef 咩啊，总破西，敢是迄个感觉，你灶骹咧无用的，伊会有迄个画面无？是啊，但是看无你，因为这个字看无。你看无用气真情，这在吼查气，这是这里是这里敢若是查气，感觉气应该是一个食的物。OK， 所以情恶一里吼气恶一担的，所以是真情查气，这个是一个名词啦。一个毋知啥物件嘛，看无吼。真情查气这是龟傻逼，
过沙比，就是你你好托里奥你煮过嘛哈，啊沙比煮过沙比，你的声音阁无去哦。医生，你声音阁无去啊？